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我是田雅珊，欢迎收看12月2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成功大学领先全国大学是人工智慧服务以及数据中心，一方面宣告将要全面发展 AI 人工智慧的相关研究甲应用；另外一方面，也甲在地台南市政府签署备忘录，将做伙努力发展智慧城市。AI 人工智慧是未来世界重要潮流甲趋势，所以成功大学作为国内大学的带头，伫上午也领先全国各大专院校，创立了全国第一间人工智慧甲数据中心，要全面性针对着 AI 做较侪研究。到场的台南市代理市长也表示，毋忘运用生态丰富的研发能量。带领台湾伫咧 AI 人工智慧这项产业，成为世界头坎的程度。在这个行动通讯的时代啊，行动比如说像手机的这些时代，台湾是 behind 啊，我们是没有跟上潮流，所以我们 miss 掉一个世代的一个产业跟科技啊。那现在人工智慧是我们的机会啊，那么今天很高兴成大能够跟世界最翘楚的这个 NVIDIA。这边来合作，那我们也希望市府也希望在这个角色能够不缺席，我们希望能够引进智慧城市，啊，那也希望成大在这个地方能够产官学的一个合作，那也带动更多的我们年轻世代我们的科技人更多在台南的就业机会，我们希望大家摸来成大，毕业后去台北，我们希望能够在地。我们跟苏校长一起，我们跟学界还有我们产业界大家合作，怎么样营造台南是一个很适合大家科技创业、科技就业的一个地方。校方除了 AI 伫咧医疗、制造、养殖方面的研发，同时也甲市府签约，未来伫咧所谓管理、大数据分析等等方面，要全力来帮助台南市成为智慧城市。我们成大呢？在这方面的技术是领先全国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智慧养殖，还有这个智慧医疗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获得科技部的 AI 的生医中心啊，我们的主任孙主任也在此啊。那未来我们的 AI SND 呢，将是我们这些 AI 计划的最坚强的一个后盾跟支持啊。那第二个面向是我们要紧密的跟台南市政府做密切合作，包含这个智慧城市数位治理。还有我们公务人员的这个 AI 方面的专业的增能加值，还有我们的大数据的这个分析我们要透过我们成大的这个研发的能量跟市府单位做密切的合作，改善我们台南市市民的这个生活的环境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现场也做了侪展示，包括分析环境数据，进一步做出反应的机器人，以及上紧伫咧3个月以后，将会伫咧生态校园实行测试整合软体、硬体无人车。人工智慧将会翻转未来，也会让人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舒适。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市府甲南大科技大学用将近2档时间合作开发的台南市民英语资源网，上午伫市府办理启动仪式，宣布该网站正式启用。当中不但有多元的学习资源，也有双语菜单的制作，协助将台南的知名美食小吃推向国际。台南市民英语资源网伫26号上午宣布正式启用，市民会当透过手机或者是电脑，学习安怎用英语介绍台南。而台南的美食小吃餐厅业者也会当家己设计制作英语菜单，借此将知名的台南美食推向国际。第一个，它是全球化我们这个是用 Global English。这作为基础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跟全球来沟通所以这个出发点呢就很有国际化所以这一点呢非常的好。那第二个呢是在地化
我们台南是文化古都，大概这里面有2个是很大的重点，第一个是美食，第二个是我们的文化那第3个是客制化。我们台南市政府实在是很了不起现阶段都在帮餐厅做菜单各位看到我们可以想象说，我们的市民不管是外国的朋友来，我们都可以用 Global English 带着他们去吃小吃逛古迹，还可以当解说员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资源网的目的了未来的一个终极目标了台南市民英语资源网提供民众轻松方便佮有效的学习，让英语成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也希望各行业拢会当用简单的英语甲外国人沟通，提升使用率甲普及度。伫伫网站正式开放之前，市府甲南大科技大学团队佫先找来2000多位使用者试验网站的功能，调查满意度达到90%以上。因此，第2官方语言办公室对着这项资源相当有信心，并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做过来营造英语友善环境，提升英语力。但新闻加上何乔邦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为着增加行动力、执行力，将于明年元旦开始挑战7天，骑脚踏车驶遍大台南37区，沿途将收集市民的期待甲需求，并表示未来若当选市长，会将这个问题一一解决。在行动车队10几位专业车手陪同之下，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正式宣布，将在2018元旦一早开始挑战7天骑脚踏车驶遍大台南37区。希望透过这个挑战，展现陈廷辉推动行动政府的决心以及行动力。甲咱所有乡亲时代报告，尤其这段时间，大家拢感觉讲台南县市边缘化真严重，所以咱要甲大家讲，行动政府才会当解决边缘化。要安怎用行动政府，就是要有行动，咱的陈廷辉才会当解决边缘化。所以咱实际上毋是用空嘴报纸的，是要甲大家证明讲，廷辉是有坚持、有行动。咱要用实际行动来甲大家报告。所以咱对1月初开始，咱利用6天的时间。大概用6个下晡，咱要向咱所有乡亲时代来行遍37区370公里，来行遍每一个所在，上山下海，要甲大家讲，咱会当行透透，这嘛是咱的决心。未来无论是伫倒一个时间，廷辉只要伫市政府进入到市政府，阮绝对是用这种的坚心甲决心，要行遍每一个角落，来甲乡亲时代了解到恁的需要。这届挑战也将伫陈廷辉的脸书直播。陈廷辉表示，如果市民伫路顶看到因的车队，千万唔通袂记只甲因拍招呼，互因鼓励。因相信这届挑战一定会当互伊抓到37区市民的期待甲需求，未来一一来解决。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海岸路景观工程经过3个月的风格改造以后，总算完成第1阶段的工作。未来整体工程完工了后，将邀请艺术家进驻打造景观艺术，有可将会吸引更较侪人潮来到海岸赏看。号名做府城周代海岸路景观工程，对府城路到中正路的第1阶段工程，对8月21号开工以来，虽然冲击附近的交通甲两边生理的店家，加上施工以来复杂的地下管线嘛影响进度。不过，都发局长表示，目前这个工程确定圣诞节之前得当正式验收开放。我们台南市中西区海岸路的这个景观工程我们在第1阶段最近快要完工了哈。那两边的车道部分我们已经在这个完工期之前先开放通行哈。那海岸路这个整个地下化上面的景观工程部分目前是分3期来施作哈。那第1阶段是由这个府前路到中正路第2阶段中正路到民生路第3阶段是这个民生路一直到最后的民主路。
局长进一步表示，汉路原本11座通风塔卡伫工程的需要，并无度改变形体甲大小，这当邀请艺术家一一包装，甚至以后拍算要设计每一个通风塔会当发出不同声音的效果。通风塔部分呢，我们也透过艺术家的这个塑造啊，把这个通风塔外貌重新做个整理啊。然后初步的话，大概会朝这个有一点这个声音的方式来处理啊。在以后整件完成之后，大概我们大概现在有11座通风塔都每一座通风塔都透过一个艺术家做一个整体的设计但是也会有整体的概念比如讲说这个以后大概会在某一个时段大概就会有一些声音跑出来来这个增加我们这个海岸路整体的这个商业气息。海岸路景观工程已经一步一步展现成果，嘛期待整体工程完工以后，带动海岸路甲中正相关的欢迎。台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新休军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中信实验教育机构伫今年成立，吸引了侪多才多艺的学生来就读。原本伫音乐方面成绩优秀的学生曹琪，伫这个学习以后，补足伊体能不足的部分，佮成功骑脚踏车登上舞岭。台湾报道，咱做回来看卖。2017年才成立的中信实验教育机构，以新的教育方式，予介临普通高中的学生会当自行选择家己想要学的课程，吸引真侪多才多艺的学生前来就读。我会选择这里是因为他很重视英文教育，因为他请很多外籍老师，然后学风很自由，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上的课，不需要去上一些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然后他很重视体育，像高尔夫的部分，他就会请专门的教练，然后网球也是，棒球也是，对。亲像是这位长期学音乐、真高段低音提琴的曹琪同学，也借由全面的训练，补强了伊比较欠缺的体能部分，成功登上舞岭。负责训练的教练也对着伊主动自发的精神表达肯定。不一定并不是说是在跑给教练看或是在为某个人在做努力。那我想他是出自于他内心的对运动的那一份热忱那份热情然后可以驱使他未来在做每一件事情他都能够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然后去完成。我是觉得这是最难能可贵。当时学校也创办高尔夫球的课程，让学生会当接触这项运动。当时也相当的用心，规划了大约3公顷大的正式球场，预计在明年会当正式开放给学生使用。学校聘请我来的话，是从不管说你是初学者还是进阶者，我们会从基本动作你的养成，包括我们的所谓的set up，upstream downstream 的3个动作里面去做一个示范，还有做一个模拟。那在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借助我们有助教女学生呢，就由女助教来协助她身体的动作，希望她能在接触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动作的概念跟要领。曹琪同学预计明年将会在学校的帮助之下，甲学生做伙举办联合音乐会。中信实验教育机构也提供多方面的教育内容，让学生的未来有更快的选择。咱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一群昆山科技大学学生为了提倡减少浪费食物，
特别找到一寡外表无遐尼水，也则是大小无符合标准的农产品，并且甲临安基金会合作，透过举办餐会，将这寡蔬果有效利用，减少浪费。伫桌仔顶会当看到这外表有一寡无啥美观，或者是寸切伤大、伤小的蔬菜水果。这是昆山科技大学的同学所找到的格外品。这格外品平常时只会当单调，因希望提倡爱惜食物，所以特别甲临安基金会合作举办餐会，将这蔬菜水果做有效的利用。并且希望更加侪人看到粮食的问题。这次我们就是花费了将近19半年的时间一直在筹划，那在近1-2个月呢，就来跟仁爱基金会就是下谈合作，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仁爱基金会他们平日呢都有在提供午餐或者是晚餐的部分，对，那在跟站长就是了解了之后，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就去募款，让更多人知道这议题之后，然后我们去请农夫啦，或者是批发商帮我们找属于就是 NG 蔬果格外品的部分来做一个协助，然后我们就是大概购买了1500颗的蔬果，那都属于次级品 NG 蔬果的部分，然后来给仁安基金会做一个发餐，然后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议题，然后也是可以温饱的一餐这样子。因为接近年关，同学也呼吁社会共同响应韩式尾牙的活动，希望提供绿色会当有一顿温暖的年夜饭。在2月4号将要举办第28届的韩式吃饱30活动。那我们台南场活动啊，就是要募集100桌的经费，那就是目前募到大概约50%左右。那希望期盼社会大众啊，可以因为毕竟我们服务的对象，他们平常吃饭就已经很辛苦了。那如果我们在年底过年前可以给他们一顿暖心的尾牙，还有发放他们1包鸡蛋救助红包，就是我们一起温暖他们的心。那我们就是给祝福他们一年的新希望，然后可以有未来这样子。那这届台南地区预计将办理100桌的韩式尾牙，爱心专线是06-236-3811，欢迎社会大众对绿色伸出援手。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一名40多岁中年男性罹患痛风关节炎，已经超过7档。大摆拢是发作，才到病院摕消炎止痛药啊，但伫生活饮食方面所完全无改，所以几档后痛风石像是大头毛，造成肌腱断裂，伊才开始重视并进行控制。透过下面的报道，咱做回来了解。根据基于病院风湿免疫科医师指出，一旦人体血液尿酸超过正常，就会开始伫体内变成结晶累积起来，时间一久就会变成痛风石，有可能侵犯上皮组织，造成皮肤烂、肌腱韧带断裂，甚至机体功能障碍，千万袂当疏忽。痛风石的话，其实那个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痛风石无所谓，可是其实痛风石它本身是具有侵蚀性的，因为它那个外围其实是被我们身体里面一些免疫细胞所包围住，它其实会产生一些那个我们所谓的细胞激素，其实这些其实会慢慢的去侵蚀掉，就是其他旁边周边的一些组织，然后它有可能会造成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案子，就是这位胡先生，他其实造成了一个肌腱断裂的状况。然后甚至如果在那个比较久一点点，有可能会看到说，那个我们骨头其实是被侵犯掉的，然后就变成是骨头被吃掉一块这样子的情况。医师强调，除了关节炎、甲痛风石以外，高尿酸血症也甲心血管疾病、腰子病、尿路结石、代谢性疾病、参受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有关系，所以必须长期使用药物控制，再配合饮食生活改变，才当降低并发症的发生。但新闻站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的天气，温度18度到22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甲
感谢你收看12月2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林雅珊，咱再会。